你别急，让我分析一下啊。你看这包的这么仔细，不像是不要的。要是赌气扔出来的，也不会包的这么讲究啊。哎呀，有道理。这什么情况？这是？哎，老李啊，来，你在这坐会儿，省了一会儿啊腰疼。来吧。你让我坐这儿啊？我能坐这儿吗？这咋了？我就站着，我站等他，我看他们什么时候回来。你看看，你这倔脾气又犯了。回来我就问问他们，到底怎么回事，什么情况？你说至于换锁吗？哎呀，行了。哎呀，不行，这臭小子给我打电话。你别打电话，你别慌我。开车呢，孩子危险。点儿去。你说。喂，爸，什么情况？你们俩到哪儿了？啊，我在路上，在路上，很快啊，别着急。